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一块来看看艺术家怎么样发扬客家文化。我们要来拜访的是玻璃艺术家廖景渊。廖景渊年轻的时候从事的是玻璃创作、雕刻，还申请了专利，非常的优秀。而退休之后呢，走进了广播圈，他当起了宝岛客家电台的主持人。只不过他坚持主持节目不支领薪水，无私的奉献。他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尽力推广客家文化。好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5度地有到那个白六个下晝2點到3點。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，打开收音机，频率那一端传来沉稳的声音，用客家话和观众聊天。现在嘅节目嘅片头，为了先到那个晚年。不碰政治，不谈宗教，随心所欲，天南地北，就是这般亲民风格。他是宝岛客家电台主持人廖景渊。琼瑶，佢所以加一加落去，很用心讲究。也係那個宋中山先生啊，口齿清晰，思绪分明，看不出来廖景渊高龄82岁。在他人生的前半段，他还是一位艺术家。演出这个是等等，还有后来雕刻的就是那个。廖景渊小心翼翼拿出珍藏品，称得上是精品店的水准了。这些都是他的作品。年轻时候的他从事玻璃艺术工作，有热1000多度。这一块圆形玻璃上雕刻着树木和鸟儿，特别困难。廖景渊是第一位创作发明的人，还因此申请专利。因为玻璃你用其他方式没有办法雕啊，用这个空压的方式。后来回来17年，结果研究成功。拿到专利这样的。播那音乐剧也蛮感。讲到过去，廖景渊满脸得意，为客家人增添光荣。后来退休，他转行踏进了广播圈。做人要像万人将，强强出头强强上，贫穷落难要忍耐。这一做又是数十年，每登场前，他都会做足功课。1个小时的节目全程客语放送。他很坚持，因为要推广母语。除非我不会动，我会动的话，我一定要这个客家母语啊，客家方面的事啊，我一定要办到我眼睛闭起来为止。主持广播不领薪水，廖景渊传承母语的责任心没有一天卸下。来自客家的点滴，每天在空中播送，八旬廖景渊娓娓道来客家风情，天南地北累积对客家的认识，要你爱上客家，爱上质朴的感动时刻。